再来关心农友，最近的天气有较烧热，各类菜大出地鼠败价，有一个农友呢卖无到本钱，无妨有农友呢本价是卖3粒50块，不过真正是算袂好，规气开放民众落田家己起板，一粒只要10块银，希望讲会使减少损失。有乡亲听到这个消息了，用行动来支持农友。 民众夹菜刀行伫咧菜园内底找找水果的菜，即马随好天气，果类菜大出，互介绍流入来，规期开放互民众家己来办。价格不符合成本，人力成本都加上去都不符合，所以甘愿就是给人家制裁。农友讲本来按算3粒卖50，不过煞拄到介绍帮盘，根本趁无够成本。 所以决定开放给民众家己来办，支持农友啦，因为即摆果类菜是爱有影产农影真辛苦吼，来甲因斗帮忙一下安尼啦。真侪民众听到这个消息，趁假日闹营，刷卡来遮支持农友。若无满愿的，就送互市真生业者，或者是直接翻土当作肥料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